今天我们来聊聊维吾尔音乐是怎么一步步被定为犯罪的。有些歌唱的是咱们都能懂的情感，比如这首唱的就是母语，还有这首唱的是亲情，最基本的那种。当然也少不了对家乡的热爱，同样写进了歌里。可你敢信吗？就是这些歌现在却被官方文件定性为安全威胁，他们被贴上了问题歌曲的标签，你要是分享就可能违法。在一些内部宣讲里，音乐甚至被说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思想武器。他们把这些所谓的问题歌曲分成了7个大类。你看，第一类专门针对唱身份、父母、家乡的歌，罪名呢煽动分裂。还有3类专门针对宗教，连摇篮曲、情歌里提到都不行。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多这种歌以前可是官方审查过的。后果有多严重啊！有人就因为用禁歌当背景音乐发了张照片，结果就出事了。结果是什么呢？按照反恐怖主义法，直接拘留了10天。现在大家都被要求自己审查听什么歌，还要主动举报别人。所以你看，音乐已经不只是艺术了，它变成了证据。那些唱亲情、唱信仰的歌，现在反而成了监控你、惩罚你的工具。所以当一首思念父母的歌都成了罪行，那我们真正要问的是，被管制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份挺特别的内部材料。这份材料呢，记录了一场会议，主题就是教人怎么识别所谓的问题歌曲。所以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份材料来一起梳理一下维吾尔音乐到底是怎么被一步步归类和审查的。我们先来看一句话，这句话直接就出自这份会议记录，这是一个主讲的政府官员对他底下的与会者说的。他的意思很明确，这不是来参观的，都给我认真听，好好记下来。这就有点意思了，对吧？音乐嘛，怎么会需要这么严肃的去对待，甚至还要做笔记呢？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份材料恰好就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先来看看根据这份材料，到底什么样的歌会被打上有问题的标签。材料里呢就举了个例子，你看这首歌，歌名就《我的父母在哪里》，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一个孩子在找爸爸妈妈，对吧？很普遍的一个主题。但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者说最核心的地方来了，你看，就是这么一首听起来很普通的歌，在官方的分类里，它被划到了第一类。那第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歪曲维吾尔族历史，宣扬分裂主义，煽动民族仇恨。这个反差就很大了。那为什么呢？官方给出的理由又是什么？我们接着看材料里是怎么解释这个逻辑的。这里有一段引用的原话，可以说是整个逻辑的核心了。他说要搞乱一个社会，搞垮一个政权，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就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好，要理解这个逻辑，咱们就得知道一个关键词，就是三股势力。你看，这个词在官方文件里经常出现，它指的就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所以，很多对文化内容的审查，其实都是围绕着防范这3个东西来展开的。那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这就得说到材料里提到的一个7类管控标准了。大家看，幻灯片上列出来的就是这7个标准。你看这个范围可以说是非常广了，从怎么解读历史，到你的政治立场，再到宗教内容，甚至是个人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涵盖了。而且这里面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说很多现在被禁的歌，以前不仅没问题，甚至还上过官方电视台。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歌还是那首歌，词曲都没变，但是对它的定向却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追溯性的审查。好，说完了标准，那咱们就得看看这些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10天，就这个数字，这是会议记录里提到的，也是案例里讲的。如果你分享了这类音乐可能会面临的标准行政拘留时长。那到底做什么事会让你被处罚呢？
材料里举的例子，说实话，都跟我们平时用手机的习惯差不多。比如说，你用一首歌给自己的照片配个背景音乐，或者在快手、微信朋友圈、抖音上就顺手分享了一个视频，就这么简单。还不止这些，参会的人还被告知，以后下载音乐只能从官方的 App 商店下，而且要是你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内容，还得主动向警察报告。这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互相监督。好，咱们把这些信息都串起来看一看，这所有的材料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甚至被定义为一种潜在的犯罪。会议记录最后呢，有个官员出来说：“哎，别担心，被禁的锅总共也就120来首。”但是你再看材料里提到的另一个数字，光是一个县注册的智能手机就有149000部。你把这两个数字放一起对比一下，这个审查波及的范围和规模一下子就清晰了。所以就把我们带回了最初的那个问题：当文化本身需要被这样严格监管的时候，那一首优美的旋律和一项写在纸上的罪行，它们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上的材料有点特别。你想象一下，我们面前放着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一份长长的清单，上面列了120首歌的名字，旁边还很细心地附上了9种语言的翻译。光看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个文化交流项目吧？歌声无国界嘛。但我们还有第二样东西，是一篇叫《喀什噶尔时报》的深度报道。报道的核心呢，是一份泄露出来的内部会议录音。在这段录音里，一位官员正在跟工人们指示，为什么我们清单上的很多歌，现在突然就变成了有问题的，甚至是非法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两份材料并排放在一起看看，一边是充满生命力的歌单，另一边是一份听起来就让人紧张的录音，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正是我拿到材料时最好奇的地方。好了，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我们先从这份歌单聊起吧，它就像一扇窗，能让我们稍微窥见一个文化的内核。这些歌名涵盖的主题非常广，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我大概看了看，梳理了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组就是关于家园和身份认同的，比如我的家乡，然后我的母语，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那种非常深厚的情感连接。是的，这几乎是所有文化里音乐的根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但这里面有几首歌名特别值得注意，比如《我的维吾尔》，还有《维吾尔之子》，他在强调一种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身份。这一点你在后面的讨论里会发现，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引爆点。没错。然后第二个主题就更个人化了，是关于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你看这些歌名，我的父母在哪里？我亲爱的母亲。还有一首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心酸的，没能赶到父亲身边。当然也有歌颂友谊的，这些情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对，它触及的是最基本的人类情感纽带。这份清单里还有大量关于生活哲理和道德思考的歌曲，歌名本身就像人生格言，比如生活就是这样，听起来有点无奈，但又很豁达。还有良心的呼唤，清白的活着，以及非常直白的说真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歌名串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跟你分享他的人生观。然后当然也少不了关于爱与失落的，比如想我了吗？走了，告别，还有一首很孤独的我的爱人没来。你看，所有这些主题，家园、亲情、哲思、爱情，都是跨越文化界限的，是普世的。这份清单，尤其是它被翻译成9种语言这件事儿，本身就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跟世界分享自己的文化，告诉大家我们在唱什么，我们在思考什么。这份清单就像是这个文化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我们关心家园，我们珍视亲情，我们思考人生。说得太好了，文化名片，从家园到家庭，从生活哲理到个人情感，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信仰，比如什么是伊斯兰、斋月之歌，以及表达感恩的真主赐予。这张名片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没错，
但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请你记住这张名片上的每一个词儿：家乡、父母、真话、爱人、信仰。因为在我们的第二份材料里，这张名片上的所有内容几乎都被划掉了，然后旁边盖上了一个红色的章，上面写着2个字儿：危险。这一下气氛就完全变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份材料，这篇科什噶尔时报的文章，它分析了一段泄露的在科什地区为维吾尔工人举行的思想教育会议的录音。根据文章描述，会议上官方的核心论点是意识形态是国家安全的前线，而歌曲，特别是通过网络传播的歌曲，是西方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也就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用来搞乱人们思想的致命工具。这种论述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那些普世的、正常的文化表达，全部重新定义为一种潜在的安全威胁。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背景信息，文章特别指出，许多被禁的歌曲在过去都是经过官方审查并且批准的，有的甚至还在国家电视台播出过，是几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什么地下的、边缘的作品。等等，但这不就说不通了吗？文章里提到，很多歌以前都是在国家电视台播的，是合法的，甚至是受鼓励的，现在突然就成了搞乱思想的工具。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歌词儿变了，还是别的什么变了？你问到了最核心的问题。文章的分析是，改变的不是音乐本身，而是官方对于任何不受其完全控制的维吾尔文化表达的那个容忍度急剧下降了。换句话说，过去被认为是无害的，甚至是值得推广的文化产品，现在被置于国家安全的显微镜下，用一套全新的标准去重新审视。一首歌里关于历史的记忆、关于身份的认同、关于道德的探讨，只要它的源头不是来自官方的统一叙事，那它就可能被视为一个风险点。所以接下来官方就得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到底什么样的歌是问题歌？文章里就提到了他们划分的7个分类。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聊的那些温暖的歌名，很多都出现在这些冰冷的分类里。第一类就很有代表性，歪曲历史、煽动民族仇恨和分裂主义。文章举的例子里就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我的维吾尔和我的家乡。还有一个例子是蓝狼。蓝狼这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个歌名，但蓝狼在一些突厥神话里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常被看作是民族起源的象征。所以你可以想见，一首调用这种特定文化符号的歌曲，在一个极力强调国家统一叙事的语境下，就非常容易被解读为是在暗示一种独立于主流之外的身份认同。原本表达对家乡热爱的歌曲，现在就被解读为可能在煽动分裂，这个界限变得非常模糊。第二类是煽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抹黑党的治理。例子有先辈、我不会死、前进。这些歌名听起来本身就很有力量感，但在新的框架下，这种力量被直接等同于一种威胁。接下来的3、4、5类全都集中在宗教上。第3类是宣扬宗教思想，强迫信教。第4类是抹黑幸福生活，鼓励对政府不满。第5类是脱离现实，充满宗教思想。例子包括我们很熟悉的日常问候语祝你平安，还有前面提到的灾月之歌和感恩。文章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提到连包含宗教元素的摇篮曲、情歌，甚至只是歌词里提到了清真和非清真这2个词儿的歌曲，都遭到了批评。这说明审查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日常生活的毛细管里。你把这些分类放到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的界定非常宽泛，而且有极大的解释空间。几乎任何关于家园、信仰、历史或个人挣扎的歌曲，都有可能被硬塞进其中一类。比如脱离现实或者鼓励不满，这个标准的主观性就非常强了。谁来定义什么是现实？什么样的情绪是不满？剩下的2类给一样。第6类，损害党和政府声誉，例子是首领来了。第7类，道德低下，宣扬淫秽思想，例子是成事即事。
第7类这个城市集市就很有意思，报道没有提供歌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首歌可能描绘了市井生活里一些更真实、更接地气，甚至有些混乱的场景。但在一个要求所有文艺作品都必须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环境里，这种对现实的不加修饰的描写，本身就可能被归入道德低下的范畴。所以你看，这7个分类就像是7个大框，定义又模糊，几乎什么都能往里装。这就引出了文章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是的，就是追错性审查。你仔细想想，这比直接的事前审查更让人无所适从。它意味着你昨天还在哼唱的一首流行歌，今天可能就成了你被拘留的证据。规则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时回头去改变的。这对普通人来说，发出的信号就是，任何不属于官方声音的文化表达，无论现在看起来多么无害，未来都有可能变成问题。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才是最深刻的。而且这就不再是理论了，它会实实在在地砸到普通人头上。文章里就提到了几个让人心惊的例子，都是些23岁的年轻人，就因为在抖音、快手上分享了一首歌，人就被带走了。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拘留10天。你听听他们的罪行，会觉得非常荒诞，因为那可能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是的，非常日常。你听听这些罪行，简直就像是我们自己每天都会做的事。第一个案例，一个22岁的男生用了一首叫他说亚克亚克的歌作为自己照片的背景音乐，发了个快手视频。就这么个动作，拘留10天，你能想象吗？第二个案例，一个21岁的男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能和我一起跨过去吗这个社歌，结果也是一样，10天。第三个，一个32岁的男子用我就是生命这首歌当背景音乐做了一个抖音视频，同样的后果。这些案例揭示了监控和管制的精细程度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重点已经不仅仅在于你创作或表演音乐了，而在于你收听、储存和分享音乐。你的手机里存了什么歌，你在社交媒体上用了什么背景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被审查的呈堂证据。这就在社会中创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氛围。文章提到，在那个思想教育会议上，官员明确指示工人们以后听歌下歌只能从官方指定的手机应用里下载，任何在官方应用里搜索不到的歌曲都应该被视为可疑，甚至要主动向警方报告。这就等于把判断一首歌是否安全的责任转移到了每个普通人身上，但标准又那么模糊，结果可想而知。结果就是，如果你不确定一首歌是不是安全的，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听、不存、不分享。他还鼓励人们互相监督，把原本属于个人领域的文化消费行为也纳入了社会监控网络的一部分，最终导致的就是整个文化空间的萎缩。文章最后记录了一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细节。一位官员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试图安抚在场的工人们。他说，我们有几千首歌，政府只进了120多首。但文章作者立刻就指出了，仅仅是这次会议记录本身列出来的问题歌曲数量就远远不止120首。更重要的是，那7个分类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理论上足以涵盖这个民族大部分的音乐传统。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其中的矛盾。一方面说禁令的范围很小，似乎想减轻人们的恐慌；另一方面又给出了一个几乎可以囊括一切的框架，这让普通人根本无法判断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最终只会倾向于采取最保守、最安全的行为方式，那就是远离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产品。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探讨的内容。我们从一份丰富多彩的歌单开始，它反映的是普世的人类主题，关于家园，关于家庭，关于信仰和关于生活。这些歌曲的名字和主题，你在任何一种文化里都能找到强烈的共鸣。然后，通过一份泄露的录音和一篇深度报道，我们看到了这些相同的主题是如何被一步步的拆解、分析，并最终被重新定义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的，这2份材料并置在一起，向我们非常具体地展示了一个过程：文化是如何被一步步问题化，甚至罪行化的。
那些关于记忆、身份和失落的歌曲，不再是艺术表达，反而变成了衡量政治忠诚度的证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张想要与世界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名片，在第二份材料里被系统地盖上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印章。音乐在这里成了一种政治的标尺。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材料向我们展示了像我的家乡或者我的父母在哪里这样，在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歌名，是如何一步步被归入有问题的范畴的。这让你不禁会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表达文化身份和构成政治意义，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而这条线又是由谁来划定，并且可以随时移动的呢？欢迎来到观点江峰。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源自一份被披露出来的录音。这份录音揭示了就是中国政府如何将数百首维吾尔歌曲列为有问题歌曲，并且加以封禁。这就带来一个核心的争论点。这到底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极端思想的必要手段呢，还是一场针对特定文化的系统性压制？在我看来啊，当大量反映日常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歌曲都被定罪的时候，这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几首歌了，而是文化本身。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看，尤其是单纯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但是我觉得吧，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拉高一点，从国家治理的这个层面来看，这套逻辑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文化压制了，而是一种他们眼中的一种预防性风险管理。录音里面的官方宣传其实说得很明确，他们认为自己正面临一场来自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也就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一场意识形态渗透战。那在这个背景下，文化产品，特别是音乐，就被看作是这场战线了。但前线这个词用在这里，恰恰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这里最值得玩味的一点是，我们讨论的很多歌曲，它并不是本身就带有那种反叛色彩的地下音乐，恰恰相反，像著名歌手 Ablajan Uwut Ayub 的《我的家乡》，它一度是官方认可的，甚至在国家级媒体上传播的作品。这就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被禁的不是歌曲的绝对内容，而是官方对维吾尔文化身份的，怎么说呢？那种信任被收回了。一首歌可以从无害的民俗一夜之间变成煽动分裂的工具，这个转变本身就是最强烈的政治信号。它说明审查的标准不是恒定的法律，而是变动的政治气候。你说的政治气候确实是关键，但是这不也正说明了，在官方看来，威胁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吗？他们会认为过去无害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下就可能被用作煽动的工具，这是一种动态的威胁评估。而且录音结尾的那个官员也提到，在数千首歌剧里面被禁的只有大约120首，这至少在他们的意图上是想表现出一种针对性，是清楚有问题的部分，而不是要全盘否定维吾尔音乐。他们的逻辑是搞乱一个社会，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所以要先发制人，在思想的源头进行控制。我理解这种先发制人的治理逻辑，但是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歌曲它真的构成了你所说的实质性威胁吗？材料中列出的那个歌单里有像友谊或者生活就是这样的歌曲，它的内容和歌词跟煽动极端主义完完全全不沾边，把这些歌曲也定义为有问题，这不就是把文化本身错误地定义成了威胁吗？这就看我们怎么去定义威胁了。从纯文本分析，你说的对，这些歌词看上去确实很无辜，但是我们需要理解一些符号的在特定语境下的那个分量。比如说被列为第一类有问题的歌曲《蓝狼》，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唱一种动物，但是在泛土厥主义的叙事里面，蓝狼是土厥民族起源神话里的一个核心图腾，它象征着一种超越国界的民族认同。那么在北京的视角下，当这种符号被反复强调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化了，而是在构建一种与中华民族平行的，甚至是相竞争的身份认同。这个就直接触碰了国家统一的红线。
我明白了，你是说要看它的象征意义，但这种解读方式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我们再看另一类有问题歌曲的定义，它指责歌曲否定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生活日益变好。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把任何形式的社会批评、个人对艰难生活的抒发，甚至是一种悲观情绪，都等同于对国家的政治攻击。如果一首怀念故乡的歌，仅仅因为流露出对现状的一丝不满，都可能被解读为煽动分裂，那是不是意味着任何不歌颂当下、带有怀旧或者悲伤情绪的艺术作品，都存在被政治化的风险？这会让所有的创作者都无所适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也反映了治理思维的某种极端化。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种情感即便是非常个人化的，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去放大，然后汇集成一种集体性的不满。所以他们选择在源头上就切断这种可能性。这就像一个过度反应的免疫系统，它不仅攻击病毒，也攻击了很多健康的细胞，代价是巨大的。但在决策者看来，这是为了防止系统性崩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宁可错杀，也不愿意放过任何潜在的风险点。这种宁可错杀的逻辑，在他们划分歌曲的7个分类标准里，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标准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比如说第7类，说歌曲道德低下，谁来定义道德？这不就是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口袋罪吗？任何不符合官方主流观致的东西，感觉都可以被塞进去。我同意，道德低下这个标准确实是过于模糊了，也给了执行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我们看看其他几条，比如说第3、4、5条，你会发现他们都非常明确地指向宗教内容。这背后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那就是推动世俗化，削弱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所以即使个别标准模糊，它整体的政治目标却是非常精确的。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所谓的精确目标上。我们来看第5个标准，他说歌曲充满宗教思想，脱离现实生活。听起来好像是针对极端主义，但实际操作上，连包含清真，也就是哈拉，和不清真 haram 这些词的歌曲都可能被禁。清真这个词是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用来区分事物是否符合教规的一个基本词汇，把它列为有问题，实际上是在故意混淆日常的宗教习俗和宗教极端主义。这就等于在说，任何体现日常生活宗教性的文化表达，都可能被视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这难道不是在系统性的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吗？这确实是系统性改造的一部分。这些分类反映了政府一套完整的治理逻辑。刚才说的针对宗教的那几类，目的就是遏制官方所定义的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并且与政府在新章推行的世俗化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再看第6类，它针对攻击政府政策的歌曲，录音里提到了像《领导来了》这首歌。从维稳的角度看，这就是为了防止地方性的具体的不满情绪通过文化产品这个载体去发酵和传播，最终影响到更广泛的社会稳定。所以这些分类虽然从外部看很严苛，甚至有些荒谬，但它们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都服务于一个最高目标，消除任何可能挑战官方叙事和权威的思想源头。这恰恰就引出了我们最核心的分歧。这项政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还是为了实现彻底的文化控制？我认为是后者。整场 indoctrinating session， 也就是那个思想灌输会议的基调，以及对民众不要心存侥幸的反复警告，都指向一个目的，让人们对自己所述的文化本身产生恐惧，并且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当一个普通人因为在自己的家庭视频里用了一首错误的背景音乐，就可能依据反恐怖主义法被拘留10天。这种不成比例的惩罚，它的效果已经不是简单的预防风险了。你说的恐惧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对个体来说压力巨大。但我依然认为不能完全忽视官方话语中反复强调的那个，就是保护我们幸福安宁的生活。在他的宣传逻辑里面，这项政策是被包装成一种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保护大多数沉默的、善良的民众免受极端思想的侵蚀。这道说辞能不能说服所有人是另一回事，但这是他行动的内在合法性来源。但这种保护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文化的真空化。当下 Abdul-Rahim Hayat 这样国宝级的音乐家本人都一度失踪，
并被传言拘禁的时候，这传递出的信息就远远超出了几首歌曲的禁令了。这是对整个文化领域的威慑。他告诉所有人，无论你的艺术成就多高，只要你的表达不符合官方的需要，你本人就可能成为目标。这造成的寒蝉效应，最终会切断文化的代际传承，让年轻一代只熟悉官方批准的、被进化过的文化产品。我不否认寒蝉效应的存在，官方也确实在试图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安全的文化消费区。比如说，他们指导民众仅从官方音乐应用下载歌曲，并且鼓励向警方报告可疑内容。这表明他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可控的、经过审查的文化环境。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要彻底消灭一种文化，而是要塑造一种安全的、符合国家利益的新文化形态。当然，我们可以争论这种被塑造的文化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但在决策者看来，一个安全的文化远比一个有风险的原生态的文化要好。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政治计算。干一个被净化和塑造的文化，还是他自己吗？当一种文化中最能引起共鸣的情感，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对信仰的虔诚，都被贴上有问题的标签时，这种文化的根实际上就被切断了。这已经不是塑造，而是置换了。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塑造的代价。他们可能认为旧的文化根基里长出了他们不想要的毒草，所以必须换土，换上他们认为安全的土壤，才能长出符合国家统一叙事的庄稼。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它反映了那种彻底改造的决心。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认为任何不受控的文化空间都可能成为颠覆力量的温床。执行方式以及他所依赖的那套模糊不清的分类标准，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合理国家安全的范畴。他将普通的文化表达，那些关于家乡、信仰和家庭的歌曲，系统性的重新定义为潜在的罪行。这不仅仅是在压制艺术创作的自由，更是在侵蚀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而我依然认为，若要理解这一政策，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安全和反分裂的宏大叙事中去审视。尽管这些手段在我们看来可能过于严厉，甚至是不可接受的，但它确实反映了治理者对于意识形态风险的深刻忧虑和不安全感。这是一个在维护国家统一与保障文化空间之间做出的艰难权衡，而稳定显然被置于了绝对优先、压倒一切的位置。我们双方都同意，这份录音材料深刻地揭示了音乐这种最能触动人心的艺术形式如何成为了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焦点。对于文化表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如何划定，这仍然是一个极其复杂而且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确实如此，材料中的细节，无论是那些被禁的歌名，还是官方自己制定的分类逻辑，都暴露了这种治理模式的内在矛盾。这些都值得我们的听众进一步探究和思考，以便形成自己的判断。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很有分量的材料，它由2部分组成，一份是维吾尔歌曲久语国际词汇表，另一份是深度报告问题歌曲。我们来看看怎么让这份出色的作品更有冲击力。这2份材料放在一起读，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是的，左边是一份歌单，充满了诗意和生活气息，右边是一份调查报告，揭示这些歌曲怎么被一步步定性为问题。但怎么说呢？读下来，我总觉得这股力量它没有完全拧成一股绳。我明白你的意思，它们是2份独立的文件，那个词汇表它就像个附件，对，像个附录，然后报告是主体，读者得自己来回翻看，自己去连接这首歌叫我亲爱的母亲和这首歌为什么被禁了这2个点。是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有点消耗能量，那种本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的情感冲击力被分散掉了。对，就是这个感觉。他把思考和感受的责任有点交给了读者，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主动一点。我们能不能把这2样东西彻底融合在一起，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同一个故事？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我也有个顾虑，那份报告的行文风格其实非常严谨，
是那种新闻调查的笔法。对，如果我们把歌单一首一首的插进去，会不会破坏掉它原来的叙事节奏，让文章显得有点零碎不连贯？这是个好问题，直接粗暴的插进去肯定不行，会显得很突兀。但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不把它们当成文字来插入，而是当成一种物证来呈现。物证这个说法有意思，具体怎么呈现？就好像在法庭上展示证据一样。比如，当报告里分析第一类罪名围区历史煽动分裂的时候，我们不用长篇大论去解释，直接在旁边放一个对比框。框里左边写歌曲《我的家乡》，右边分2栏。第一栏歌曲内容，一首描绘喀什和田志协故乡城市风光、抒发热爱的歌。明白了。第二栏官方定性，歪曲历史，煽动分裂。就这样一目了然，歌名、内容、罪名3个东西并置，那种荒谬感，它根本不需要任何文字去渲染，它自己就跳出来了。哇，我懂了，这下把问题从一个需要你去理解的文本，变成了一个你能直接看见的矛盾。对，这个冲击力确实强太多了，而且这个方法可以贯穿全文。没错。比如报告提到第3类罪名强迫他人信教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展示祝你平安这首歌，就是那首阿萨拉姆阿雷孔。对，这句全世界穆斯林都在用的问号语，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祝你平安，结果被定性为强迫信教。是的，这种对比一摆出来，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它直接就把那个官方定性的严肃性给瓦解掉了。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手法玩得更大一点，与其分散在文章各处，不如就在报告的开头部分设立一个专门的章节，一个集中的展示。对，标题可以叫一份记证清单，或者从摇篮曲到恐怖主义。我喜欢这个想法，从摇篮曲到恐怖主义，这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是的，在这个章节里，我们就集中展示10到15首最典型的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版面，左边是歌名和他们温柔的翻译，有意语、站起来、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有婚礼歌，全是这些。右边就是他们对应的罪名，煽动分裂、宣扬恐怖主义、煽动民族仇恨、破坏社会稳定。这种高密度的信息轰炸，能在读者进入深度分析之前，就瞬间击中他们，让他们立刻明白这场运动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对，它针对的根本不是什么威胁，它针对的是文化本身。这个建议非常好，它把最核心的矛盾给钳制了，为整篇报告定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基调。等于说，我们不是让读者慢慢去发现荒谬，而是一开场就把荒谬砸在他们面前。对，先有情感冲击，再有理性分析，这样整份材料的引导性会强很多。好，那我们来看第2个层面。这份材料通过各种文件和记录，非常清晰地揭示了整个文化压制的运作机制。是的，很扎实。它在事的层面做得非常扎实，但在人的层面，我觉得还有空间。我同意。报告里提到了几位艺术家的名字和遭遇。有提到，比如那个阿卜拉江阿兀提阿友普被判了11年，还有阿卜杜日伊木艾伊提后来出现在一个官方视频里。对，但这些名字它就像是用来解释某个罪名的案例一闪而过。是的，我们读完之后记住的是机制，而不是一张张具体的面孔。这不仅仅是关于歌的报告，这根本就是关于人的悲剧，对吧？完全正确。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些冰冷的机制重新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性悲剧。那要怎么做呢？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私密的场景来开头。场景？对，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写：想象一个场景，一位母亲正对着摇篮里的婴儿轻轻哼着一首叫《All Lay》的摇篮曲，这是他们的祖辈传唱了无数代的旋律。然而，就是这首安抚婴儿入睡的歌，在官方文件里被归为第5类问题歌，罪名是充满宗教思想，脱离现实。停一下，这个开头说实话真的让人有点不寒而栗，是吧？一首摇篮曲，这一下子就把那种宏大的政治叙事拉回到了一个最基本、最无法辩驳的人类情感单位上。对，它不再是关于抽象的国家安全或者文化政策，而是关于一个母亲能不能给她的孩子唱歌。这个代入感太强了。远在天边的政策，而是已经侵入到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间。有了这样一个情感的锚点，我们在文章的主体部分
就应该坚持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每当提到一首歌，就必须把它和创作者或者演唱者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啊，明白了。他们不是孤立的作品，他们是某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当提到《我的维吾尔》这首歌时，我们不能只说它的内容是什么，罪名是什么，还要加上人的故事。必须马上补充一句，这首歌的演唱者是维吾尔族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阿布都日伊木·艾宜提。他被拘押后失踪了很长时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一段官方发布的用来证明他还活着的视频里。是的，这样一来，一首歌、一个罪名、一个人的命运就构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对，读者会非常清楚地看到，每一条禁令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或者一个被扼杀的遗属生命。这不再是冷冰冰的分析了，而是充满了生命温度的叙述。而且这种写法能不断地提醒读者，我们讨论的不是音乐评论，而是人权问题。文化清洗的最终受害者永远是具体的人。对，当读者看到《等我》这首歌，他会想到作者努尔买买提图尔逊已经被判刑了。看到他们是谁的时候，会想到演唱者阿布拉江阿乌提阿育在狱中的那11年。这样整篇报告的人性维度就立刻丰满起来了。是的，而且这种处理方式，我觉得还能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它会让读者对那些歌曲本身产生更强的好奇和共情。因为这些歌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它们承载了创作者的苦难和勇气，会让读者更想去听一听。对，更想去听一听这些歌到底唱了什么，能让当权者如此恐惧。说得太对了，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3个关键点。这份材料呈现的证据链非常完整，说服力很强，但是面对这种题材，总会有那么一种声音，一种来自官方的辩护。对，我认为与其被动力的等待别人来抬杠，不如我们主动出击。你说那个反恐的说法，报告里确实引用了一位叫 Student Sing 的评论。是的，他基本上就是复述了官方的宣传，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击激化化，促进经济发展。目前报告的处理方式是把这个声音作为反方观点呈现出来，体现客观性，但这样做其实有点危险。怎么说？因为对于不了解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客观呈现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道理。特别是反恐这个词啊，在今天的国际舆论场上，它的迷惑性很强。我们不能把反驳这个说法的任务完全留给读者自己。报告本身需要更主动、更有力的去解构它。对，我完全同意。我们不能假定每个读者都有能力和精力去进行深度思辨。对于这种宣传话语，最有力的方式就是在正文里主动给它立一个靶子。然后呢？然后用我们手里的证据一枪一枪的把它打碎。这个思路很清晰，具体要怎么操作？专门开一个章节吗？可以，就叫反恐的伪装。开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官方将这场针对音乐的清洗运动定义为打击3股势力的必要之举。先把他们的核心论点摆出来。对，然后马上跟音去。然而，这份问题歌曲清单本身就是对该说辞最有力的反驳。漂亮，先立靶再开火，这个论辩框架非常清楚。然后我们就开始上弹药，而弹药就是清单里的那些歌。我们可以这样写，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被定义为恐怖主义，是一首名为《站起来》的励志歌曲，和一首名为《等我的情歌》。这个抬笔的力量很强。再我们看看什么是煽动分裂，是一首叫《你好吗》的问号歌曲和一首叫《友谊》的赞美友情的歌曲。他用一种非常冷静的语调来展示一种极度的荒谬，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加码。对，把最离谱的例子放在最后。当一首庆祝婚礼宴席的歌曲，就是那首 Toy Look， 甚至是一首描写有着紫罗兰色头发的女孩的歌曲 Songbu Chashlik Cause 都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反恐这件外衣就已经遮不住其背后真实的意图了。到这里，这个反恐的借口基本上就被撕碎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能补上最后一击，让它彻底无法翻身。就是报告里提到的那个追溯性定罪这个概念。没错，这是最致命的一点。对，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清单上绝大多数歌曲在几年前都曾是合法的，甚至是通过了官方严格审查，在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播放的获奖作品。
很多艺术家也曾是体制内的文化明星。是的，这就带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这些歌是恐怖主义，为什么国家媒体曾经要大力推广它们？是歌曲变了吗？不是。是演讲者变了吗？也不是。变化的是政治的方向和国家的需求。正是如此，这样一来，整个逻辑就闭环了。读者会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根本不是一场为了安全而进行的精准打击，而是一场以安全为名，对整个维吾尔文化和身份认同进行的无差别侵袭。对，所谓的反恐逻辑被他自己的证据从内部彻底瓦解了。很好，这样一来，整份报告的论证就变得坚不可摧。它不仅呈现了事实，还预判并粉碎了最可能出现的反驳。是的，它从一份调查报告变成了一份论证严密的檄文。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3个核心建议。第一，打破词汇表和报告之间的壁垒，将两者深度融合，通过设计像物证陈列那样的视觉化对比，把歌曲的内容和它背负的罪名并置，在文章开篇就创造出强大的情感和叙事张力，让证据自己说话。第二，将抽象的压制机制还原为具体的人性悲剧，用一个像摇篮曲那样充满代入感的场景开头，并且在文中始终将每一首问题歌曲与创作者和演唱者的个人命运紧密相连。让读者记住，这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第三，主动出击，系统性的瓦解官方的反恐叙事。我们不应该只是客观呈现，而要主动设立靶子，用清单里那些荒谬的例子，一层层揭开反恐外衣下的真实意图，并且用追溯性定罪这个事实完成致命一击，强化核心论点的说服力。总的来说，这些调整的目标就是把一份已经非常出色的调查报告和一份珍贵的文化档案升级成一个在情感上更具穿透力、逻辑上更无懈可击、更能引发读者深刻共鸣的完整作品。是的，这份材料的底子非常好，我们做的只是让它的光芒更集中、更耀眼。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修来后的版本，也欢迎你随时把它再提交给我们，进行新一轮的探讨。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个材料啊，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有点让人费解。你想象一下，我们面前放着2样东西。第一样呢，是一份歌名词典，上面列了120首维吾尔歌曲，还特别细心的给翻译成了9种语言。光看这个，你会觉得，这是一份充满善意的文化交流邀请，对吧？对。他好像在说，嘿，世界，来听听我们的歌吧。就像一张特别有活力的文化名片。完全正确。但紧挨着它的就是我们的第2份材料了，一篇叫《喀什噶尔时报》的深度报道，而且里面还附了一段泄露的内部会议录音。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是的，录音里一位官员正在跟工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份歌单上，很多的歌现在都成了有问题的非法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2份材料并排放在一起看。一边是充满生命力的歌，另一边呢是听起来就让人紧张的会议录音。这2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正是我拿到材料时最好奇的地方。好，我们先沉浸到音乐里，来看看这份歌名词典。它就像一扇窗，能让我们窥进一个文化的内核。我稍微梳理了一下，这些歌名反复出现的主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很熟悉。比如第一类，关于家园和身份认同的，我的家乡，然后我的母语，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那种很深厚的情感连结。是的，这是任何文化里音乐的根基。但是这里面有些歌名很有意思，你看，比如我的维吾尔，还有维吾尔之子，他在强调一种非常具体的身份认同。对，而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看到，就成了一个关键的，怎么说呢？一个引爆点。没错。然后是第2个主题，家庭和人际关系，这个就更个人化了。比如我亲爱的母亲，还有一首听起来就挺心酸的，没能赶到父亲身边。当然也有庆祝友谊的歌，这些情感可以说是全世界共通的。而恰恰是这种共通性，让后面的那个转变显得更加刺眼。这些歌唱的不是什么宏大事实，
就是最基本的人类情感，对父母的爱，对朋友的珍视，对失去亲人的怀念。是的，它们就是构成社会最微小但也是最坚韧的细胞。接下来还有很多关于生活哲理的思考，有些歌名本身就像人生格言，比如生活就是这样，还有很直白的说真话。甚至还有一首叫《良心的呼唤》。你看，从家园、家庭到个人道德和生活哲学，这张歌单描绘出了一幅很完整的文化生活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这个文化里，人们歌唱什么，思考什么，珍视什么。对，而且别忘了，这些歌名被翻译成了9种语言，这个行为本身就传达了一种开放和分享的姿态。是的，它就像这个文化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我们关心家园，我们珍视亲情，我们思考人生。但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请你记住这张名片上的每一个词，因为在我们的第2份材料里，这张名片上的所有内容几乎都被划掉了。然后旁边盖上了一个红色的章，上面写着2个字：危险。这个转折就非常关键了。我们现在就进入喀什噶尔时报分析的那段泄露录音。这是一场在喀什地区为维吾尔工人举行的思想教育会议。思想教育会议。对，会上放了一段宣传视频，核心论点就是意识形态是国家安全的前线，而音乐，特别是通过网络传播的歌曲，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3股势力，也就是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用来搞乱人们思想的工具。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说不通。文章里提到，很多后来被禁的歌，以前都是在国家电视到黄金时段播出的。对，都是经过官方审查和批准的。他们不是什么地下音乐。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歌变了，还是别的什么变了？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文章的观点是，歌没有变，歌没变，变的是看待这些歌的眼光，或者说是政府对于任何不受其完全控制的维吾尔文化表达的那个容忍度变了。对，过去被认为是无害的，甚至是值得推荐的文化产品，现在被放在国家安全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一首歌关于历史记忆、民族身份或者个人悲伤的探讨，只要它的源头不是来自官方的统一叙事，就可能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好了，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风险点具体是怎么样定义的。文章里详细列举了官方划分问题歌曲的7个分类。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聊的那些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主题，几乎都被精准地对应到了这些冰冷的分类里。是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将文化进行政治转码的过程。我们来看第1类，就很有代表性：歪曲历史、煽动民族仇恨和分裂主义。例子呢，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我的维吾尔》和《我的家乡》。还有一个叫蓝狼。蓝狼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个歌名，但是蓝狼在突厥神话里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经常被看作是民族起源的象征。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见，一首调用这种特定文化符号的歌曲，在当下强调国家统一叙事的语境下，就非常容易被解读为是在暗示一种独立于主流之外的身份认同，从而被归入煽动分裂主义。没错，原来如此。所以原本表达对家乡热爱的歌曲，现在也被放进了这个框里。第2类是煽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抹黑党的治理。例子有先辈、我不会死，这些歌名听起来就很有力量感。但在新的框架下，这种力量本身可能就被视为一种威胁。接下来的3、4、5类全都集中在宗教上。对，宗教是重点，分别是宣扬宗教思想、抹黑幸福生活、鼓励对政府埋怨以及脱离现实。例子包括我们很熟悉的问候语“祝你平安”，这就问候语本身。是的，还有斋月之歌和感恩。文章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提到连包含宗教元素的摇篮曲、情歌，甚至歌词里只是提到了清真和非清真这2个词的歌曲，都受到了批评。这说明审查的颗粒度已经细到了一个就是难以想象的程度。它已经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机理之中。而且你看这些分类的定义，比如说
抹黑幸福生活或者脱离现实，这个主观解释的空间也太大了。非常大。一首悲伤的情歌，算不算是在抹黑幸福生活？是啊，一首关于信仰的歌曲，是不是就脱离现实？评判的标准变得非常模糊和弹性。剩下的2类也同样宽泛。第6类，损害党和政府声誉，例子是首领来了。第7类，道德低下，宣扬淫秽思想，例子是城市集市。这个城市集市被归为道德低下，也挺有意思的。是啊，报道里没有提供歌词，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这首歌可能描绘了市井生活里一些更真实、更接地气，甚至有点混乱的场景。但在一个要求文艺作品必须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环境里，这种对现实的不加修饰的描绘，就可能被轻易地归入道德低下的范畴。我明白了，这里就体现了文章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追溯性审查。追溯性审查？对，你仔细想想，这比直接的审查更让人无所适从。它意味着规则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时回头改变的。也就是说，你昨天还在哼唱的一首流行歌，今天可能就成了你被拘留的证据。哇！这对普通人来说，发出的信号就是，任何不属于官方声音的文化表达，无论现在看起来多么无害，未来都有可能变成问题。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才是最深刻的。所以，这7个分类就像是7个大坑，定义又模糊，几乎什么都能往里装。这就不再是理论了，它会实实在在地砸到普通人头上。对。文章里就提到了几个让人心惊的例子，都是些年轻人，就因为在抖音、快手上分享了一首歌，人就被带走了。而且他们的罪行听起来就是我们每天都可能在做的事情。是的，极其日常。你听听这些。第一个案例，一个22岁的男生用了一首叫《他说亚克亚克》的歌作为自己照片的背景音乐，发了个快手。就这么个动作，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拘留10天，你能想象吗？难以置信。第二个案例，一个21岁的男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能和我一起跨过去吗》这首歌，结果一样，也是拘留10天。第三个，一个32岁的男子用《我就是生命》作为背景音乐，做了个短视频分享到抖音上，下场完全相同。这些案例揭示了监控和管制的精细程度。重点已经不在于你创作或表演了什么，而在于你听了什么、存了什么、分享了什么。你的手机、你的社交媒体账号都成了被审查的前线。的确，那场思想教育会议上，官人就明确指示工人们，只能从官方指定的应用商店下载音乐。只能从官方应用下载。对，任何在官方应用里搜索不到的歌曲，都应该被视为可疑，并且鼓励他们向警方报告。这就在无形中创造了一种深入骨髓的自我审查氛围。是的，如果你不确定一首歌是否安全，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听、不存、不分享。这还把普通人也卷入了监控网络，鼓励人们互相监督。文化消费这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彻底变成了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政治行为。文章最后记录了一个特别讽刺的细节。那位官员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好像想安抚一下紧张的工人们。他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有7000多首歌，政府只禁了120多首。”但文章作者马上就指出了问题。是的，首先，仅仅是这次会议记录本身列出的问题歌曲数量就远超120首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7个分类，它的定义之模糊，范围之宽泛，理论上足以涵盖这个民族大部分的音乐传统。是的，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内在的矛盾。他一边说禁令的范围很小，一边又给出了一个几乎可以囊括一切的框架，这让普通人根本无法判断行为的边界在哪里。最终只能倾向于采取最保守、最安全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整个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探讨的这些材料。
我们从一份歌单开始，它所反映的是关于家园、家庭、信仰和生活的普世主题，你在任何文化里都能找到共鸣。然后通过一份泄露的录音和一篇深度报道，我们看到了这些相同的主题是如何被一步步的拆解、分析，并最终被重新定义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是的，这些材料向我们非常具体地展示了一个过程。文化是如何被一步步塑造成潜在罪行的？那些关于记忆、身份和失落的歌曲，转眼就变成了衡量忠诚度的证据。对，第二份材料里被系统地贴上了危险的标签。音乐在这里不再仅仅是艺术，它成了一把用于测量的政治尺码。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材料显示了，像我的家乡或者我亲爱的母亲这样，在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歌名，是如何一步步被归为有问题的。这让你不禁会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文化表达和政治红线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条线究竟是由谁来划定，又是如何划定的呢？